沒有聲音嗎？這樣子有聲音了嗎？有聲音嗎？裡面還在那裡。为什么要关门？阳光好在访问，在这个赛前。他去 7， 马上回来。嗨，这是我们的小帮手 Anna， 你今天过得還好嗎？你吃完了？然後今天點心還好嗎？還有什麼？今天點心好吃嗎？哦，這個是蔥油餅。然後你今天吃什麼口味？爆蒜蔥油餅。爆蒜超好吃。可是我剛剛看到吳化子老師拿一個圓的。哎，你說形狀不一樣嗎？圓的，這裡面包比較多蔥的那種，應該像肉餅那種。是嗎？我們不是同一種嗎？不是，像這個是這種的。對啊，那個圓的好像比較好吃，很像那個裡面包很多蔥的那種肉包，很像肉餅那種。肉餅。對。對，就沒有看到那個。對，可是這分量蠻多的，還不錯啦。那目前呢、啊，老師在我們節目上最喜歡吃的點心是什麼？我自己蠻喜歡吃麵線的。麵線的哦，老師呢？那個蚵仔米刷對不對？嗯。蚵仔米刷大腸麵線，不錯，那個這個好吃。那你最愛的呢？我沒有什麼最愛的，我都很愛。我就是不是。我這樣學的，我什麼都不愛，都吃一點就好了。啊，不要餓就好了。啊。不然，那為了健康，真的不要再胖下去。講哦，哎，不能吃多哦。東西。這是憲哥的生日蛋糕啊！對，那藝術節的大家去的。呵，啊，剩下的留給我這樣。蛋糕，今天蛋糕是因為我們幫憲哥慶祝生日了。對，這是憲哥的，對，常憲哥的生日蛋糕。對，生日快樂。留言，生日快樂。啊，憲哥怎麼沒有看到憲哥哦？因為我們在馬上，我們今天的中場休息時間比較短啊，所以他們在趕着蕊下一場的內容，所以會比較趕一些。嗨詩婷，嗨陳宇。今天台北早上風很大哎，你們住的地方風會很大嗎？還是有下雨了？雖然現在台北也是大太陽，但是外面風超大的。沒有人可以吃。對，我們看看走廊有什麼。哦，盧大哥，跟大家打聲招呼啊！我在直播了。你好。現在線上兩邊加起來300多。是，你好。啊，上一場比完心情如何？也是蠻緊張的，就是說一場比完，就心裡面比較安穩一點。對，還又能夠繼續在紅人榜上面留下我的歌曲，這樣子，而且蠻高興。而且剛盧大哥有分享一個很酷的故事，等播出大家都知道了哦。知道怎麼講？勝利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。是。然後就可以，我們期待大家一定要鎖定節目，可以看看到時候盧大哥分享他怎麼準備。可以。怎麼準備我們紅人榜的比賽的哦？是，大家可以學一下。沒問題。好，那大哥你要趕緊去換衣服了，對不對？馬上就要下半場了啊。是，那就不打擾你了。好，謝謝啊。好，拜拜。我明天有下雨哦，因為颱風要來了嘛。沒有下雨，我們天氣超好。對啊，但有風很大啊，外面風很大啊。沒有風，樹沒在晃。大家不要亂出門。
所以 Kelly 是希望大家不要亂出門。因为下台风啊。啊，你现在要干嘛？等选手。你要等誰？老師們在中場休息，給大家看一下。平常老師休息的樣子，因為他們馬上就要比下一場了，就要拼下一場。那個還沒換啊？對啊，都還沒。這是我們的宏源哥哦，舊哥，平常在賽前賽後。拍他，都是他負責的。為什麼害怕？你都拿着鏡頭，幹嘛害怕？對啊，你都拍別人的，還害怕上鏡頭。我先拍完，我要飛了。應該了。哎嘿。哦，扣着。沒有人來給結果。還有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嗎？他是紅人榜的實習生，很高興。第3次錄影。這是你今天第3次錄影。對。那你感想如何？感想其實蠻好玩的，但是也蠻緊張。你緊張個什麼？又不是你在唱。就是為選手緊張。哦。比賽很好。對，你是工作人員還是觀眾？沒有，我有認真在工作。那今天雙機直播的感覺怎麼樣？不知道看哪一邊。是我輪流看。不知道看哪邊。我今天是雙機直播，大家可以看到。這邊是 YT， 這邊是 Facebook， 兩邊一起。好，香香在化妝，還在 re 稿，我們偷偷聽他們在 re 稿 re 什麼。他很喜歡騎 U bike。誰喜歡騎 U bike？ 他。哦。I love U bike。I love U bike。那你喜歡騎一般的 U bike， 還是騎那個有電的？都喜歡。那個需要那個啊，我想今天想運動的時候，互動的，但是有時候比較那個斜的地方是有自動電動，嗯，會比較輕鬆一點。很厲害哦 ，U bike 你知道嗎 ？U bike 是佳陽的哦 ，U bike 的品牌是就是捷安特的。你有去研究哎？你觀察得很仔細。因為我很喜歡，因為捷安特在日本也很有名，比較很多人都知道，所以這個是宋威老很厲害啊，所以你摔倒是因為騎了電動的摔倒？啊，摔倒了。摔跤的時候是普通的 U bike， 因為剛來台灣的時候有點不習慣，所以一直走，所以我是真的什麼都可以騎 U bike， 所以那個信義區從信義區去淡水，它那個淡水也是太遠，大稻埕也是我一直騎 U bike 的時候跌倒。你從信義區騎到淡水？超遠。也是有，一天有。大安騎到淡水也有。也是有。很遠呢。啊，結果所以你去大稻埕衣服破掉，然後順便去修。修衣服的時候，那個這個改衣服的店嘛，修改衣服的店嘛，那個阿姨，別人講我的好朋友，他免費幫你。對，第一次來的時候，我是真的非常感謝 Emily 桑。啊，那等等，你又留言 Emily 桑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Emily 桑是 Emily 桑，所以呢 Emily 桑那個我上次去的時候，有像。我嚇一跳，我看到我電視台就是你，對，我嚇到了，所以我們真的很好，對，好麻吉，對，很好麻吉。有人說想看芋頭啊，盧大哥就換衣服了啦，因為他要趕着下一場的比賽。
所以他去換衣服了。但今天玉君有來，我們可以短短的時間直播玉君。是。我最新专輯那個手卡給大家看一下。哇！对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然後大家就問 MV 什麼時候會出？快了。多快？快了，應該是下個月8月。好。對。大家敬請期待咯。對，期待一下，然後也可以購買專輯哦。好啦，謝謝大家，我們要趕路了。有沒有趕場了？好，玉君拜拜。辛苦了。拜拜，玉君。可樂，拜拜。再怎麼捨不得，我還是要跟你說再見。不然來個 kiss goodbye 吧，來個 kiss goodbye 好嗎？kiss goodbye，快點，親一個。飛吻 say goodbye。OK， 好，太多了，謝謝，太多了。哦，太惡心了，謝謝。太可貴，好，回去。愛看的也是他，愛罵的也是他。這個就是呢，酸民的本人就是長這個樣子，鍵盤俠就是這種心態。哦，所以在那個什麼，在熒幕後面在打字的那個人就是他，對不對？對，就說沒有，我都靠嘴巴，我才不打字的。沒有，我說他的這些人的原型就是長這樣。最好。哎，老師的頭髮怎麼了？哇，47分了。芋頭去哪了？哦，那是就要錢了。不要，謝謝了。就那的呀。看一下。你剛剛去哪裡了？我嗎？我剛剛一直都在這裡。哎，有嗎？有嗎？我剛好進來看啊，沒有人啊。有，我剛剛都在這。你剛剛直播的時候我就在這。嘿。哭的。黃蓉玲說：“芋頭，我是乾媽。”他是那個上次有來現場看比賽。看你比賽的，因為剛剛有人說想看芋頭，而我剛剛找不到你啊。你剛剛講那句話的時候，我有聽到呢。哎，像在門口那裡。真假的？嗯，我有聽到。我剛剛一直都在，你剛剛不是在後面？對。我在這。所以是我眼瓢，我沒有看到你。但我剛看裡面超空的。因為我就一直在這，我有看到你在跟那個是誰？尤卡。嗯。你剛好像在跟他說話。是，那個我剛直播的時候沒看到你啊。還是你去拍賽前？沒有，我剛剛一直都在這裡。從那個你還沒開始。我可能鬼遮眼，被熒幕遮到了。大家觀眾幫我回播一下直播，看看我剛剛是不是真的有拍到芋頭。因為我剛剛一直看不到，沒有看到他。那今天比賽會很緊張嗎？剛剛很緊張。為什麼？因為那個我先聽完那個對手唱很。就是唱得很好，所以我有點慌了。真假的？就是這顆後手就是他。哇，他還沒播出，他還沒播出，我們下一次找他直播。你還有沒有？應該播出了吧？播出了嗎？還沒啊，對不對？還沒嘛。我上周才來的而已。對啊。希望多播出。上周才來，這禮拜就會停了。我下禮拜要把自己炸掉。什麼意思？我要放炸彈。太緊張了，壓力很大。很緊張，我把舞台的那個會往跳。那個，我跟他現在在日本呢。他在日本還在看你直播？他現在他們時差1個小時而已。對。有沒有遊行假？有，等我一下。那我馬上就要開始，這次的休息比較短，你這樣的心情 OK 嗎？迎戰下一場。我會調試好。還是你已經調試好了？我覺得快好了。快好了。就等一下上去舞台的時候應該就好了。好，加油嘍！好。因為他們第一趴要開錄了。謝謝大家。
好，那你跟大家说拜拜。哇，你头发还要多久？我要上去了哦。大家拜拜，明天记得收看節目哦。好，我考你，我們是幾點播？6點半。哪一台？29台。哦，你剛剛在北海道呢？對啊，他去找他的女兒。哦，那北海道現在會不會很冷啊？應該說天氣應該蠻涼的吧，23、25度吧。他們那邊應該不會。我2月有去那邊，那時候超冷。哦，那2月很恐怖。超級冷。我都已經包到整個都是了，還是超冷。這邊包，然後頭也包。撐住嗎？好，然後這裡脖子也包。全部都包住了，還是超冷的，根本很像，就是很像有穿跟沒穿一樣。你有感受到那個氣溫把你體溫剝奪的感覺是嗎？嗯。然後那我們這樣上去嘍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。為什麼2隻手機啊？因為一個是 YT，一個是 Facebook。哦。雙直播。YT 一個是那個 YouTube。嗯。哇，16度哎。16度也是很冷。舒服。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零下。嗯。2度。太恐怖。好了。真的很冷。好，大家拜拜。那下次請你準備2月份去北海道的心得。好，下次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講。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